重演的就是想说要有一个无同款的，你就是无同款的，袂当伫遮的所在拢黑白开嘿，我就是想要问这，我就是想要问这，我就是想要问这讲啊，你这个钱本来会使省落来，佮开落，哦，尽量常用啊。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互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工商服务时间，今日咱的节目伫咧台北专业的录音空间录播课来录制。录播课是由一阵包含新闻主播、导演、美术设计、创作歌手、网络名人所组织的专业团队。不管是 Podcaster 也是 YouTuber， 只要你有创作的需要，拢会使甲因直接联络方式，就写伫咧说明区，互你做参考。来，大家好，我是阿迪。自顶边迄个罗利亚剧团、夹角托剧团了咧，今日咧咱又有无共款的剧团朋友来甲咱开讲啦。即个剧团是伫咧4月份，当要演出即个父亲母亲的东洞剧团。当然，东洞是我是照伊顶管即个字的汉字安尼读啦。那你要照伊的意思来定翻，应该是港洞的意思啦。港洞就是咱做，毋是敢若港正洞的意思吼。港洞有真侪，比如讲咱做伙吼，大家做伙斗阵啊，理念相共，想法相共嘛，定讲咱港洞的安尼。那今日来的是父亲母亲即出戏的即个编剧甲演员啦。但是我无要先讲出因的名吼，因为我要互因家己来自我介绍一下，看知影讲家己的名安怎讲无？尤其咱编剧的名吼，爱做少功课，才会知影安怎讲。无咱就编剧先好啊，好不好？好，甲大家小姐问一下。好，大家好，我是同党剧团的团长酷安行。你的迄个麦克爱小可调整一下，无你的声会伤细声，伊无对着你的迄个，你头会使刷无要紧。毋是你本人的头啦，是麦克的头。对，来，你讲你是？我是同党剧团的团长酷安行。是，哦，这厉害，你是有想做功课的款。无，我较早就要讲啊，我厝内有捌甲你安尼叫，是毋是？我毋知听谁讲啊，我袂记哩。有人甲你讲过，有人甲我讲过。这个字无好找哦，你要找伊发音无好找哦。我念的敢对？对，这厉害，我甲你拍破。最开始安心吼，因为迄个字你若是一般到店上，其实目前无收录。但是你也去较其他的册，较古早都100外当前的册内底有啦。较实在的。既然我本来想讲，你毋知会知影即个字变哪发音无？容易有先做功课的款安尼。原来是有人先甲你讲。还有啥物要甲大家自我介绍？先讲名就好啊。先讲名就好啊。还有另外就是咱今日的演员。大家好，我是父亲母亲的演员，我是魏以成。魏以成吼，一般的字咱念魏较济，但是当然伊可能头前变调咧变魏以成较济啦，当然，就只要恁家己惯势念拢无要紧，所以咱今日有两个来宾啊，两位来宾吼，我进前伫咧，当然我要方面之前嘛做一寡功课，就伫查一寡资料，我发现有找到真侪即个咱的演员以成的即个戏迷，真侪有冇看到有伫咧follow阮的即个Facebook 顶管的即听友吼，我发现讲因旧年就敢若捌看过即出戏啦，看甲足欢喜啊，讲看到你看到你本人就足欢喜啊，讲敢若有甲你翕着相啊，就足痛lòng迄个感觉，我说好即声咱有来遮开讲，甲互伊欣先时。对，就是今日有两位啦，那安心主要是伫咧剧团内底，你是创团的创始人嘛，对无？是嘛，敢有算团长？是啊，我是团长啊。一般是安尼啦，自我
对剧团的熟悉吼，我较早嘛捌点过剧团做我其他的工课。剧团内底吼，真侪人拢是校长兼公正。我想要大概知影讲，是毋是你剧团内底嘛是讲啊，什么代？你大概爱负责什么代志，什么工课？公正兼资本，兼资本。无其实这个团是2000年开始的。嘿是，那23年啊。哎，我拢无算呢，我拢唔敢去算。当然是控制，是恐怖。我唔敢去算，数学介好，但是应该写过会使啦。数学过分。啊，毋过一直到迄落差不多10年进前，我们才拿到那个扶持团队。哦，就是文化部的扶持团队。啊，我才有钱会当请行政。就开始一个人、2个人开始请，所以今嘛阮剧团有3个行政，包括我。所以头前10年都是这几个人的工课拢伫一人身上。是啊，是，连迄落发 DM 我拢爱家己去搬。我讲真正。你讲爱搬迄宣传单嘛，拢家己去搬安尼。当然有人可以家己负责啊。起码有啦，辛苦10年啊！我迄个10年寒窗无人分就是安尼，你多10年，一记生命都摕到即个补助对吧？负责团队，嘿，确实这文化部的一个诚大的计划，逐年拢有嘛。是。有啥物1年、2年、3年的计划安尼？你哪拢知哈？我就讲我点过剧团，即个剧团的即个性质个无共款啊，是传统戏曲的。但是共款这物件拢爱直接啦，拢爱接受着。所以就大家知影，所以当有等于讲规个剧团有较通啊，卖互你全部拢家己来就对啊。是。但是就算是讲你进前无遮个人的伫你的时阵，你嘛是全部拢家己来嘛。那我会记你讲真侪戏嘛，是你家己本人嘛会去写嘛。是我较早一开始我对美国转来的时阵吼，我就开始因为感觉讲心内有足侪代志想要讲的，所以我基本上我的剧本就是家己写。是。毋过写甲我感觉讲无啥话通讲啊。无话口水啊。对，无话通讲，我就开始做一寡翻译剧本。是。毋过做翻译剧本做了差不多5-6年。有一届吼，我有强烈的意识到，我们那个剧本去基隆演。在台上一直互相叫约翰玛丽，就觉得台下的观众吼跟他很疏离啊。跟他较早有一个现金卡，我唔知你应该有经历过迄个时代。什么 George Mary？ 第一回拢走出来的。毋过你敢知演那些外国剧本，我是感觉做一个演员玩得足爽快，因为他的结构很好。迄个角色足完整的。毋过就是讲，一直讲家己无甲即个土地无啥物关系。所以对差不多5年进前，我就开始去找台湾本土的剧作家来跟我合作。一直到差不多5年前嘛，我找到迄个詹杰，伊甲我写一个剧本叫做《白色说书人》。伊做的《白色说书人》里面有牵扯到一些白色恐怖的代志。我是感觉讲，迄时阵伊写迄个剧本白色恐怖，我想讲，我白色恐怖我哪拢唔知影半行安尼。知道的真的很少。搬戏了后，我就去找一个老师上课，去社区大学。去上课了解很多白色恐怖的故事。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想说，去研读更多台湾历史。就开始关心台湾本身过去发生的代志安尼。是。所以才愈来愈侪戏，反正你家己伫写。过去可能本土的题材，你爱透过别个编剧来写。那研究愈侪，其实开始就变成你家己嘛会使来写你的观点、你的看法，甲放伫内底安尼。是。所以才有即出戏。对，无毋对。所以即出戏其实嘛是甲白色恐怖时代是有关系，对无？是甲28有关系。拢有关系。这剧情的部分，咱咪来讨论一下吼。所以这主要就是你啥那开始来写这出戏嘛。那对演员来讲，这出戏上简单的问题是敢无好演？咁好搬？无好演的，无好搬。因为阮有6个演员。我知影。但是阮爱演，拢总有30几个角色。我看介绍先想讲那遮粗赞安尼。所以我知影你较早嘛要演过40个角色迄款的，所以高叫戏啦，独角戏。我是想讲，我一个人拢会当搬40个啊，6个人搬30几个，应该是无问题吧？是无问题啦。
但是因为这个有代志啊，有甲时代一直变化哦。阮嘛是，我们现在已经老大不小了，所以阮大概为十几岁，一直演个30几岁、40几岁，所以就算我们就是无讲真正有伪装，阮是应该是说这个戏可以讲，但它故事剧场这个形式，所以我们并没有说真正完全是要扮上，是，啊，但是阮的声音嘛，迄个腔口啊，因为大一直小可调整，是，这个是这个困难的部分。讲话性格，讲话声哨、气质，其实嘛拢会无啥共款。啊，甲伫台顶，你可能头前在讲这个故事，你1秒钟你得转去另外一个时间。这伫咧即个心理学内底，就是即个人格分离嘛。有一本册叫做24个比例嘛，我就变成安尼。这是你头一遍甲东东剧团合作嘛，对无？啊，谁那敢接这个？我其实因为安心嘛是阮的老先辈啊，无先辈就本就熟悉。对，以前就互相熟悉知影，但是一直无机会，因为安心。嘛是一个真好的演员，以前嘛是，叫做演40角嘛，40角。啊，因为这个题材，这个故事，我就讲哇，这个故事真正是好听，是一个真好的故事。所以伊讲迄阵安晨的邀请，我就讲，我看我时间会使，好，我愿意。对，落海啊，真正落了啊。所以开始我伫看这出戏介绍的时候，想讲一个人差不多爱做到6个角色嘛，做到6个角色的顶头啊。我知影讲这些舞台顶悬，佫是即款咱讲四方台啊，你爱伫顶悬一直转换，毋是讲我重新透过伪装，透过啥，你若小可有无法度较成，反正我外在的物件通下去做一个补充，但是你完全就要靠你个人本身。即个现场转换的能力，毋是透过这伪装啊，又透过你的这戏服、你的衫来去做，互观众无共款的印象，所以这是真困难的代志啦。我嘛有看过网络嘛有留一寡你咱即个团长嘛是变个安心的即个真正的演出啦。我想讲，这个人真正跟他笑的啊。但是伊确实是有法度明明共一个人徛伫遐，透过无共款的声音，透过无共款的讲话的方式，你会感受到无共款的人伫内底。确实是，真的是一寡精神科的医师啦，还是心理师看到，可能会请你先去看一下。但是确实是真厉害啦，讲实在吼。是讲咱拄仔伫讲到即个剧团啊，东东剧团还是港东剧团啊？看你边仔讲拢会使。我真好奇讲，伊拄开始。成立较大啦，你当讲，咱当有替你算过啦，替你算过啦，今日听我讲算过，然后替你算过，差不多23档。我讲，你讲袂好算，无紧阮替你算吼。23档了后，你家己经过遐侪年的时间，那你演出的题材其实嘛是一直伫变化，包含住较原本的拄开始请人写，也是拄开始家己写你的想法，到后来即个是国外戏剧的转变改编，过来。又过来回归到讲本土家己本身的题材，有别人写，一直到你家己亲身落来写安尼。这其实因为你是团长，所以你对这个剧场或者对演出的想法是影响到规个剧团的走向，对无？所以你家己要安怎看待讲你目前剧团的这个定位，啊，个伊速度来发展呢？我是感觉讲做了迄个父亲母亲这戏了，我是感觉讲。开始读那个台湾历史，就发现说台湾历史其实有真济故事会当去搬，会当去写。不过我感觉讲我这个年岁的人，其实阮较早拢无啥物机会去读那个台湾历史。是。所以透过这个创作，我就开始去了解更多的台湾历史。像我现在在看鹿窟事件，以前大概就可能只知道鹿窟事件的。大概起因而已。是内底有啥物故事，我其实毋知。嘛毋知讲是啥物人经过有发生啥物代志，这拢毋知吼。看了后，其实讲这个故事拢有可能会当变成迄落舞台剧，互人看。
因为其实咱讲为28事件了当然咱一直伫讲一寡甲政治有关的代志，但是毋是单纯咧讨论政治，是确实就是台湾历史发生过的代志。是。那过去的做法是过去的想法，大家拢是无想要去讲，敢若即个代志都无伫。但是有诶物件是安尼，你无去甲即个空喙真正个清理好清气，伊敢若会伫内底捕人就是发脓，然后家己颠倒会烂去。这是毋对的，你毋是讲摕一个布甲砍起来当做无代志啊。愈侪人去讨论，其实伊会使互愈侪人有搁较清楚。所以过去的时代确实包含，就算讲是我家己即代，阮过去嘛无一定有即个机会接触到遮侪人讲白色恐怖啦、28事件，我嘛是会听着大人讲囡仔人有耳无喙的时代啊。但是我讲这几当开始，即个台湾主体家己意识愈来愈强烈了，大家一直开始去关心，开始去翻头比如讲。28啊，大概真正除了讲当然要耍了要搭车嘛是有但是愿意回头去一直甲大家讲，过去发生过啥物代志，所以讲希望大家除了出去耍以外，会使小可就算讲开一撮心力，或者是讲一出好的戏，是一个好的表演，一个好的啥物件一本册啥，你愿意去关心一下去看一下。我讲迄个咱慢慢接受，无讲要叫大家全部拢变历史学家，毋是安尼。是。但是咱至少大概会使讲得出家己过去的即个生活课题，而且就是这几十当，佫真侪人活伫世上，咱遮个人经历过一寡伤痛、一寡痛苦的人，因是安怎行过来的，咱这嘛是咱需要关心的。那包含讲未来。要无搁发生遮个代志，其实嘛是需要咱一直去一直提出来留，讲实在这是必须要提出来留。可能有人感觉讲拢过去的代志啦，一直讲这就是颠倒造成一寡分离啦，讨论。但是咱若看韩国的例，其实嘛看得出来讲，因对过去伊嘛发生过类似的代志嘛，但是因是一直提出来，而且伊变成各种各样无共款的作品。伊迄作品是我无一定演迄个时代，但是我甲伊内底精神，比如讲做毋着代志的人群，或者是做毋着代志的人，要怎面对即个错误，你要怎改正即件代志比如讲受到伤害的人，在家属，或者是甚至以后来嘛变成加害者的人，伊家己要怎去转换即个心情，这内底有真侪讨论。一寡甚至连高中伊嘛说摕咱咧做所以伊迄个因愿意去讨论即件代志，互咱互因家己即个艺文的领域，其实是有搁较侪发展，搁较多元。我相信至少这几当我讲台湾会使看到嘛有可能是因为来找我的拢是即款的，我毋知。其实我讲努力集团嘛是共款的。无其实除了白色恐怖，其实我还是希望说。扩充到其他的主题，譬如说台籍日本兵啊，慰安妇啦，是这嘛拢最重要。这嘛拢最重要。像慰安妇，其实我们去年年底毛这几出对啊。那接下来其实就是除了白色恐怖，我觉得台湾史有很多很多的，是，无共款的面向拢会使去讲。对，只是讲这嘛是一部分。那因为恁即届有摕到这个部分，所以咱就特别过来提出来讲一下安尼。所以因为你的家己对这个剧团的想法，或者是你对这个台湾目前你的家己看法，所以嘛影响到规个剧团的这个发展甲行。未来你嘛是会继续。做即款的，比如讲台湾近代无共款时代，反正有日本时代，反正有战后的时代，无共款的历史安尼。所以离台湾的即个本来即块土地是会愈来愈活，愈来愈人讲紧密，就是愈来愈真正甲即个眼光放伫会食得着。迄个改编的戏都较无做。改编的戏，即马都较无做啊，因为发现讲台湾真正真侪故事会当讲，做袂了。对啊，做袂了啊。你若真正去找真正是做袂了。但是除了题材以外，其实伫咧形式顶悬，伫这几当嘛出现一个我感觉真特别的现象，就是即个红仔布袋戏红仔的代志。所以啥会出现即个布袋戏红仔伫咧戏内底，而且是我知影你感觉有甲即个陈锡宏咱大师啦，或者真正是国宝级的即个艺师去甲伊学即个布袋戏红仔。你啥会想讲要伫咧舞台顶甲即个本来活人才大声嘛，安尼布袋戏红仔才是安尼甲坑做伙。当然最近开始有愈来愈侪剧团嘛，拢伫做无共款的红仔参与着即个戏，包含之前我看过其他剧团的演出。但是我讲真趣味就是靠除了
真的人和活人了后，你参与无共款的元素入来的戏，每一人的做法想法拢无共款。我讲这是真特别的所在。你家己是安那想要甲安怎藏入来？其实我自细汉就真介意布袋戏，迄时阵黄俊雄的苏养文足流行的啊，是，嘿啊，只是说读高中了后，我比较没有时间去玩那些东西了，不过后来开始做剧场，我开始为了要生活嘛，我就譬如说参加不同的剧团，那包括无独有偶，那无独有偶就是很参加过，我参加过无独有偶，我宜兰的剧团，即嘛在宜兰，对，在宜兰，迄时阵在台北嘛，我参加过大概2-3出戏，然后。但是一直觉得说那时候都是西洋的剧团，西洋的偶戏的形式，因是为迄边学来的，就感觉讲布袋戏其实我做有兴趣，不过无所在通学啊，我不像那个吴荣昌，我们那个台语指导，他喜欢布袋戏，伊就会去问讲我对倒会当学着布袋戏安尼，我无去问，有一届差不多6-7年前吧，我伫迄落。台北偶戏馆看着讲，因有咧教布袋戏，教人生红啊，也是教人迄落填衫啦，做武器，我就开始去学，开始去学了，我就想讲，为什么台湾足少的现代剧团要甲布袋戏，可以把布袋戏放到那个。可以把布袋戏放进去，后来发现，后来发现难度很高，就困难了，因为我们的排戏方式完全不一样。是。布袋戏的老师基本上他们都是演活戏，不用背台词。靠北来爱有歌他们不太爱排戏的。阮现代剧团就是一排就是要2-3个月，因弄做无习惯呢。因搁爱走。我们还要叫他走位，对，走位就是倒一句台词爱行到倒，对，嘿，因拢无办法啦，我都两只手行到倒就到倒啊，你叫我行迄个。歌戏嘛是啊，大家拢做话戏啊。歌戏有分啦，你若是做内台或者是做剧场戏，当然讲现代的歌戏，因嘛是拢打一句啊行到倒，迄嘛是拢是完全现代剧场的做法，所有物件拢是。你若是外台戏、闽戏、写实的迄款。迄就真正是外戏，看你要走去大陆，都包含唱音嘛，定定拢是今日你叫做化解，化解就是，等比如讲大人啊，后壁就开始边啊，即个讲喏拍鼓伊就随知影讲我遮爱落啊，落上伊们大概有一个默契啦，讲我当时要落7字，落多嘛，还是落啥，袂甲你落伤困难，伤困难，永远无一定会晓看随人的即个程度啦，所以有无啥共款，那布袋戏可能即方面就会较先外口即款的即个闽戏的感觉像伊知影大概剧情，要大概安怎发展，但是内底要讲生出啥物话，要甲现场安怎互动完全就是看伊本人。对啊，你永远抓袂牢咧。是，对啊，抓袂牢，所以一开始甲因排戏足痛苦诶。我在那个台上，然后就说阿爸，你哪会安尼，我足痛苦诶。因两个无布袋戏咧唱，因就开始咧开杠啊，那完全进不去角色，你知道吗？那一开始还会觉得就会亲他们一下，后来我比较了解他们的排戏的方式，所以就彼此融合，而且这边安怎去甲处理一个平衡，是讲要安怎彼此有法度真正找到一个有法度好好处理的美感。一开始我们有一次有吵架，像我就是爱听这款的啊。我讲一开始，伊伫咧排练场，伊迄个手机压过一直哔哔哔，伊都无咧管这，伊都无咧管这，伊当做音效啊！你金光闪闪随去牵条音效，一个手机啊，算啥？我伫咧台前面很投入，好生气，一直哔。慢慢的他就比较知道说现在剧场的排戏状况是怎么样，所以开始就会他都训练讲伊，或者惯势讲你该要到达的到达，该冲啥就冲啥。不过其实我们都要彼此学习啊，因为一开始我们做那个白色说书人的时候，我就想讲你们既然是传统布袋戏来现代剧场，那我们就用现代音乐好了。他们一开始说好，不过用了现代音乐之后，他说这布袋戏搬出来哈，无 feel， 拢无 feel。
他歌戏你若叫伊唱其他的物件，无迄个开口。嘿，阿姨讲我们还是要用那个要用那个现场的老师。现场老师，你文武兵来出来的，5-6个文武场咧，我算者，我哪有遐钱啊？遐几啊万呢？布袋戏，但感觉各地用文武兵，我唔知影咧。传统的有啊，系啊，传统的还是文武场啊，对啊。因为他们可以彼此配合嘛。是，因为看现场的情形，随时会使调整。是啊。那后来我们就做一个妥协，就是我去录音，但是录音我们就那个排练放音乐就很累了，因为他走了一下就要锵一下。是，对，高点爱有。对，就是变成那个点会变得很碎。那对现代剧场来讲，看起来就较怪怪啦。但彼此就是妥协，没办法。但是你就是坚持要甲布袋戏放入内底嘛。迄时阵是啊，但是那出戏也得到很好的成绩啦。对，因为布袋戏很多布袋戏团他们来看，他说没想到布袋戏也当然会搬。其实你这届嘛是同款嘛，伫内底我看嘛有真侪无同款，超脱出本地布袋戏表演的形式，但是伊阁要用到布袋戏。这届无遮侪布袋戏啊啦，其实就无遮侪布袋戏，但是很多布袋戏历史，其实几乎都是布袋戏历史。可以这样说啦，因为其实安心伊是用布袋戏这条线，为可能日本时代。到国民政府来，一直推进，就是跟着角色一直往前走。他是从一个布袋戏偶师，然后来讲出这个人他的身边发生的故事。所以其实算主线嘛是副线。为伊遮开始发散出来的对啊，都无共款的代志伫四周围发生啊呢。用布袋戏来比喻台湾人的生命历程，像布袋戏一开始是迄落传统的嘛吼，日本人来了后，因都爱搬迄落黄明化的布袋戏，后期是黄明化。国民政府来了之后，他们又要演杀猪拔毛的那个布袋戏，的布袋戏的为了要活下去，为政权服务啦，为政权服务，要一直变身，要活下去，就跟台湾人同款的，咱理念有啊，但总是要互大家知影讲，即出戏到底要搬啥。而且大概介绍一下即个剧情的概要无，就是大概好知影。剧情你要讲无？我补充，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发现，一个人叫做阮的主角叫阿文，伊发现，伊差不多是50岁计程车司机，伊是伊大伯养饲大汉的。所以他算是养子是，伊自细汉一直问饲大人讲，我亲生的爸爸妈妈到底是啥物人？但是饲大人拢无要讲。是，到迄个时阵，伊就看到一张相片，伊想讲，这应该是我的先生老爸甲老母，所以决定，我这个年岁，我要开始去找。因为迄相片内底有2只布袋戏的老虎，就讲我感觉对这个老虎有小可印象，所以我安尼伊就安尼一直找足侪老布袋戏师傅，然后从台北、从云林、屏东安尼一直找，大家讲这个人。就是我演的迄个角色，我说猫诶，他说这个就是猫诶，是哦，你让搞讲猫的故事，每一个人伊对猫的故事、猫的拢无共款，伊为这个故事安尼开始斗起来，但是尾啊，伊才知影讲猫毋是伊的亲生老爸，伊的亲生老爸。竟然是这相片猫的徛伫边仔的查某人，所以这一个性别的问题是，他真的非常震撼，因为伊这个安城在剧本里面，他其实还有放到几年前，就是性平同婚的这个背景，对这阿文啊，伊的后生，伊就是一直参加这个就是。
游行啊，婚姻平权的抗议啊，争取啊，但是一可能就是普罗大众。就是说，一般的说，你不要去给我搞政治，你不要去给我搞这个东西。他们不会哦，就是他们要不要结婚关你什么事？是。那而且我也是反对的。其实我觉得阿文这个角色是一个蛮是现世很多一般爸爸妈妈或是一般的民众会出现的一些反应。是，所以他面对他的儿子。跟看到他这个找寻这个身份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说，为什么我爸是一个变装癖？对啊，以安装去面对这事。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剧本里面，这样我讲可以吗？可以啊。那敢无算标戏文暴雷？敢无算？我唔惊标戏文的，因为这是。做你吗？对啦，真正这是去年底，搁前一年嘛，去年捌演过的一出戏，然后这届是演员拢共款对无？演员拢共款，大家拢受调啊啥，甘愿一人演遐济，甲想要甘愿转来安尼。所以有我倒来在重新的演出，所以若无看过的朋友，我想应该是真会使去看卖，因为我的听友真关心像这款议题，各种的然后社会议题其实拢真关心所以我相信大家对这个主题嘛有真有兴趣。但是当有讲到这个包含到伊有演出的性别的议题当然伊嘛有政治的议题对过去人权的问题等等，你伫一出戏内底放遐济。主题遐济嘿，你讲元素是较好听啦就是放遐济议题嘿，这济出头，这要安那个放做，咱知影讲有当时是安尼，一出戏你若要放伤济物件，要讲伤济代志，伊就到尾什么代志拢讲袂成，这定是安尼。所以你内底是要安怎去融合这个问题，要安怎去处理，去发露这个铺排，讲这个议题要安怎去。互法度接受，袂讲当要讲这样，你搁话头要讲别项去安尼。其实我感觉我要讲的，敢若有两个字安尼呢。认同。这个认同，可能包括身份认同、性别认同、国族认同。但是其实就是只有认同2个字。所以你透过认同这2个字去甲所有的议题甲做伙个，伊其实有共款的一个理念伫哩，其实就是。但你认为这个认同是啥物？我认为。就是讲，你认为认同这2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认同做自己、爱自己、成就自己。讲好会做好事。其实安心讲的这3句，伊伫猫的内底会带出。伊就讲到这个物件，这就是你想要讲的嘛？就是。接受家己的意思吧，你使讲一解无？咱用台语来讲好大家。做家己，爱家己，成就家己，成就家己。所以这是你对认同的定义就对啊。所以规出戏的，不管什么议题，其实最后拢回归到一点，就是咱刚讲的这几个字，讲做家己、爱家己，系人真正爱家己，成就家己。我讲所有的投入产出，等讲产出就讲做出各种各样无共款的作品，不管今日咱录 podcast 还是做一出戏，做一个演员，做写一出戏，还是安那，所有伫生产各种作品去家己的理念、家己的想法表现出来的人，其实拢是伫做这件代志，成就家己。当你成就家己，真正你要先了解你家己嘛，你有法度做家己，有法度爱你家己，才有法度去成就家己我是毋是甲你当说甲真水？掌声鼓励者，所以大概是因为我拄开始你看到这个物件，想确实因为你内底有写几落的议题，这个名包含咱刚讲的性别啦，包含这个人权等等，我就想讲你要甲这侪物件放做伙，到底是要安怎放？确实是，但是至少你有点出一个点，就是讲其实所有的物件、所有的议题，其实拢回归到伊的本质，就是认同这件代志。其实我对较早就对迄个性别认同性别议题就是一直非常有兴趣。其实这也是我一直想讲的。不过我就是感觉讲后来无啥话通讲，我就无去写这款议题的问题一直到那个白色说书人，我头前有讲我去上迄个林传凯老师的课
他是那个讲白色恐怖的一个专家，是，他讲了很多白色恐怖的小故事，有2个最引起我的兴趣，一个是冯冯的故事，较早有人在讲1970年代，对，1960年代女生的小说你要看琼瑶，男生你要看冯冯，我相信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冯冯是像啊，嘿。那时候林传凯老师他讲了冯冯的故事，基本上就是他是一个混血儿，然后他喜欢他的学长，然后他就跟着他一起来台湾，然后他当兵，那他因为长得很漂亮，然后外语能力又很好，所以国民政府居然要希望他去美人计，去色诱美国军官，然后套取美国情报。我听了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规身躯跟他被电到一样，我想说台湾怎么会发生这种还美人计这种故事，还同志的美人计、美男计、美男计这样。那他们为了要让他去做这个事情，事实上他们先诬陷他是匪谍，所以他在狱中里面受到很多的折磨。是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故事，冯冯的故事，我们后来有写成《灰男孩》。另外一个故事就是1950年代一个受难者叫蔡志渊。蔡志渊，他是没说他是同志啦，不过在自白书上面，他一直在说，他觉得他穿女装的样子，逃跑的时候，为了要避免被人家知道，所以他就穿女装。他在自白书讲大家拢讲伊穿女装的样子足水的，我嘛感觉我足水的，我感觉真自在。我感觉真自在。我想讲，那有这款的故事啦，迄个性别议题跟白色恐怖居然可以合在一起，我以前连想都没想过。是。所以讲议题其实不是分开的，因为伫每一个时代内底，可能所有的人拄到各种的议题，嘛是拢照常地发生。袂因为你当时白色恐怖时代，所有议题拢敢若是政治，政治嘛影响到所有的人嘛。是。所以你的性别认同可能伫咧过去甲当拄到的问题都无共款。对，我想讲，因为定定咱咧讲戏如人生，是人生如戏，其实足侪故事咧现实的生活，比戏搁较好听好看。是咱8點檔搁較好。对，咱做这个戏剧啊，唔管是啥物形式，其实拢是甲这个生活，阮收到听到的这个故事，该合做伙。所以我们不是说凭空把它写出来的，我们只是我要去收集这些资料，然后把它变成戏，而浓缩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这个事情，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不管是舞台剧啊，还是电影啊，是足侪电视的影集。另外一个，阮希望做的，就是阮甲这个故事议题弹出来，不是干那甲你讲这是历史。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了后，讲你会当重新去思考。思考讲是安尼，再来思考讲，认同嘛好，还是讲咱到底是啥物人？咱家己到底想要过啥物款的人生？是，因为台湾人足辛苦的，因为以早的历史安尼过来，一直拢是去互殖民。大家一直换身份。身份认同像最近迄个北城城市。迄电影个数位版嘛，我重新都过来上映啊。真正大家都爱去看。顶礼拜我有去看，内底嘛是有足侪台词讲，即马以前一下子要我们是日本人，一下子咱是中国人，过这个时代了后，咱即马可能说咱是台湾人，其实咱原底就是台湾人。就是说，那我们到底是谁？我们要怎么去面对有些人可能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说我好希望我只是举一个例，我好希望我是韩国人，我还是因为这文化一直不断的在冲击，不断的在影响。可是咱到底原底文化是啥物？除了这个传统的，你讲歌戏是代表台湾的一种文化，但是还有其他是什么呢？可是我们会发现。我们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影子，咱爱食的日本料理，爱食什么？那它会有日本的
影子，会有什么的影子，然后这一些或者是说咱足侪外省菜，咱嘛就爱食的啊，是，但是咱敢有分讲那个是外省菜，我才不要吃，迄台菜，这不是台湾人家的，袂使。对，这不是对。那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可以这样？可是当提到了这些比较接近像意识形态的部分的时候，大概的更加清澈。这个是我自己重新在演父亲母亲的时候，我有在让自己再去咀嚼，有一寡其他的思考就对啊。我相信像你讲的，其实真侪戏内底物件，伊拢毋是向都播出来，毋是为石头旁来播出来。真侪物件拢是每一字每一句定定，可能就是一寡人的人生的一部分。所以我相信，当然咱甲成一出戏，伊可能毋是讲即几出戏就是某一个人，无一定是安尼。但是内底每一个行动、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演员所扮演的即个角色，其实拢可能是真正台湾的某一寡人的人生的一部分。所以大家有共感嘛，你一定伫内底找着你家己投射的即个感受，所以你家己会有一款的有人看甲会哭，看甲会笑，其实拢是共款，就是你有一寡共感，有一寡同感的感受伫哩。但是讲到每一句每一字即个代志，就当然爱讲起着台语的即个台词啊。即个台词其实我先讲一下即个因为你行政之前交联络的时阵，有伫讲咱编剧即个台语较无遐好啦，所以就是希望我会使斗相共注意一下。我讲我听有讲无啥物问题啊，不然伊就惊讲我一直甲你问，你会记载袂掉呢。我讲OK 啦，我讲是较无即个问题，我讲已经袂歹啦，所以免烦恼即个问题，咱就是轻松自在加讲，我感觉自然都会愈来愈惯势。我较毋是迄款讲所以你来你就全部一定爱讲台语。我讲第一是对听友的较无公平啦，你若都真正讲不出来，两个人蹲等于伫遐嘛毋是办法。听友讲我当时网络无起来，我等你手无用手想是若无我倒去摸手机我无我倒看无迄度较无方便。所以自然就好。当然我尽量鼓励大家有法度用台语来表达，咱尽量用台语表达。那有想要知影讲即个事我毋知要安怎讲，但是我想要问者嘛会使讨论。但是我袂强迫讲所有的人你甲我讲的就全部一定爱100%的台语啦。讲实我家己的态度是安尼，当然毋是每一人拢认同。有的人嘛会认为讲你既然做全台语的节目，你就全部讲台语。我本人都会使，但是我袂要求我家己的来宾一定要安尼做，无安尼我来宾会伤少。这嘛是现实的问题爱考量，我嘛是爱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嘛有拄过，伊是无问题的，真正台文系教授啥当然无问题啦。其实剧场嘛是同款啊，像我们现在开始做一些跟台湾历史有关的，你讲你要找台语做认证的演员，做困难的呢。大可能搁重新训练过啦。对啊，你若讲要20几岁吼，还是更较歹找。对啊，更较歹找啊。你去迄个戏剧学校，可能免讲嘛无一定，当嘛无一定啊，当嘛无一定。还有诶嘛，迄台语嘛是需要搁较济生活使用啦，你生活使用量爱有够，布袋戏看了有济都会有差，布袋戏确实是会有差啦。尤其是咧较古典迄款诶台语汉文啊，当然嘛有一寡较在地过去真正伫使用诶白话即个汉文毋是汉文啊，台语嘛是拢确实会使透过即个戏曲诶物件来重新学转来。但是当讲到台语台词即件代志啦，因为我知影讲你内底有真大一部分嘛是用着台语嘛，那这台语的台词是安怎来产生？我先讲我的部分啦，就是我用国语甲迄个台词剧本写出来了后，其实阮有请一个老师吴荣昌，吴荣昌就是甲我合作的迄个布袋戏的老师，伊是迄个洪婉然布袋戏团的团长基本上呢，我所有的台词拢伊会看过，伊会甲阮翻做迄个台语。我会甲伊讨论啊，若是差伤济，基本上伊会照我的方式重新翻过。即马阮差不多拢爱伊翻过了后，阮来个2次创作，搁来翻转。阮来搁甲伊翻转来，毋过伊个翻转来什么意思？譬如说要打字幕的时候，阮就来翻转来。你讲因为他专选华语的字幕，是因为他通常会稍微再加一点更台湾的东西。是。
但伊写的是啥物台词？伊写的是啥物台词哦？伊是写台文台词啊？伊写台文啊？伊写台文。有一寡字是台文啊，都参南写对啊。可能有一寡是台文正字，有一寡是大家可能平常时写惯势啊，但至少看有诶意思。因为伊啊保证你法度演员每一届读出来字拢共款嘛，你若敢若写意思会出代志。我之前有接过一出戏，第一版的剧本，迄编剧完全是用台文字写，大概迄个读剧的时阵，我就哇。一个字一个字，然后大家就，然后可能原本是一个差不多2点钟的戏，是，我读到4点钟，因为足歹念的。无关系，无关系，看台文写台文的人会较艰苦就是话，伊是用汉罗，还是单纯台罗，还是用教罗，白话字教罗？这个可能是教罗。伊用罗马字写？不是，哦，教罗是罗马字啊。教会罗马字。不是啊。他是用台罗教育部所写的迄个字，用汉字参嘛是用汉字，汉字为主，然后所以他能够找得到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字，你根本有一些你是从来没有看过，然后偶尔才会有一些罗马拼音。是，你知影讲这个字安怎读安怎念安尼？伊嘛录音啦，无阮实在是看无啦。有方便透露是倒一出戏无？倒一出戏我会使甲你比掉，袂使讲诶。已经当无伫做啊嘛，对无？无伫做，但是安尼无紧，安尼袂甲你竞争着就好。后来就是还是有把它变成原来华文的剧本了，因为真的是好了解。干给。是剪辑原来高雄做啊，你看慧玲老师，他一开始写，因为他是也是很厉害的学者老师，所以他觉得说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写看看，因为台语作者音韵其实跟唱，因为他那里面也是背调的关系，对，然后跟音乐剧，我们里面也会有音乐剧的形式，所以他想要用这样的方式，看能不能创造出跟戏曲接近的言语的这样子的状态，可是后来但是第一次读剧完以后，大家都没掉。对，导演因为导演是李小平老师，李浩仁导演，他就说不行，这样子可能还要再翻回来。当然嘛，希望讲未来有愈来愈侪戏，真正我知影开始已经有一寡戏是会使剧本全部拢用这个台语正字伫写。那演员找演员目前嘛，确实拢有法度安尼读安尼演。当然，伊有好处就是你每一个字拢袂绕高。我编剧安尼写，尤其台语，因为伊发音的音调、声调的关系，有当时我安尼写有安尼写的原因，伊讲话节奏感，伊讲话迄个语感、音乐性。会甲华语无共，所以伊若法度正式用台文写，用演员法度用台文的方式、台语的方式去看去读，迄个开口、迄个做出来感受，我相信又阁有无共款的变化。当然，因为咱即出是无共款的语言掺杂，毋是敢若有台语尔啦。只是讲你台语的即部分有一个高人伫后壁斗相共。毋过。阮这个背景很多布袋戏嘛，所以请一个布袋戏老师来写，合理，嘿啊，真合理。伊内底有写着啥物？你目前特别印象特别深的无？就是讲，伊这个词我真正是足台语开啊，是讲这个词真正我来写，我袂想到这个代志。譬如应该真侪吧，很多。咱做布袋戏，什么，我袂记哩。我突然要这样想，也一时想不起来。过埔走从四界去，有当时啊困菜点，有当时啊困牛条，这之类的。这款你无可能叫一般华语编剧去写这个，我写袂出来啊。迄就是用牛条，像牛条这个词可能，有的有些人嘛无这啦，写着牛条啊呢。困菜点，困牛条，困菜点，困牛条。对啊，所以有当足趣味啊，就是那有即款真正台语人是比较激动去做甲台语有关系的戏，而且我认为讲伊的规个，不管是剧场文化即个多元性，咱讲多元就是各种各样的物件拢会出来，嘛有足侪足趣味的事。有当时你平常时生活中嘛袂叫人去困菜点的，但是你戏内底有可能发生啊，什物奇奇怪怪代志拢有可能发生，所以嘛有足侪趣味的事会使伫咧剧场发生。平常时
时你可能用袂着，但是你会使一直看到哦，台语会使用到这个物件，或者是其他语言可能无一定用会着，每一个语言的特色嘛。观众们会使为这台词，就知影说哦，这做戏的人，真正有够艰苦，足辛苦的，连含菜点嘛咧困，无条咧困，所以然后我们在发展的时候，有时我嘛是可以，就是做即兴啦。就我内底有一个迄个，有一段就是我的朋友，伊看到别个戏班，我拢足请伊啊，但是因就是因家己做的，拢无观众，青火领走，然后他就是用手一直在那边敲，就是足生气的。我就讲，你是在创啥？咱做戏拢是靠这双手，是。然后后来他还是在敲，然后我本来是说，后来那你就把你那个再打，你就把那个手就打断就好了。不然我就家己讲，你规矩多多来提起低啦。就是我们自己也会去加这个东西，就是让这个生活感再更生动。是，对。跟只是打断，跟倒来提起低，好像就会更有画面。你就开始去发展你家己，可能比如讲你若是台语有一定的程度，你家己会想讲，若是你会安怎讲，就会变伫咧台词内底就会出现安尼。恁所有演员内底，逐个台语拢无问题，也是全部拢爱讲着台语，也是。我看敢若有角色是。因为你有预告的这影片，第一片也无长，有小可有出来嘛，我小可看者，但是因为有一寡角色，因为伊安尼这我嘛毋知讲，比如讲伊一个人演几落的角色，是毋是全部有？凡是有一个演员是所有的角色拢无讲着台语，毋知有无？应该文全部拢爱有。文无讲着台，文就是迄个内底迄个爸爸，伊要找老爸老母的迄个爸爸。是。伊基本上是讲国语啦，毋过伊甲迄个布袋戏老师也。掺一些台语在里面，但是就是因为我想说，他就是类似我这种台语讲无啥认凳，那也是可以被接受。演这个叫小演这角色安尼。其他的就是像老嘅师，还是像猫的儿那种，就拢无问题，拢讲台语。恁台语都拢无问题，你无问题啦，其他人嘛拢无问题。有时候另外做啥物功课无？就是可能大家问，咱像。因为阮的我的角色，伊是一台北人，伊是大稻埕大汉。哇，你爱台湾转腔？对，所以我就必须要换，就是把所谓的南部腔的语言。对，你的台南腔改也差就侪，你爱改就侪咧。刚开始真的就没关系，等谁袂过来？然后后面我有演，比如说我有演阿文的阿姐，是因亚厝是。家己，那边我就会完全就是用南部，比较用南部。你的腔，你只要台南迄几个家己提掉都差不多啊。对，就是因为是甲我讲腔会更换。对，然后我就是那个嘉义，我就比较偏南部，所以我就自己在做这样的区别，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部分。然后因为我有另外一位演员，然后林祖贤，伊是宜兰人，阮宜兰囡仔，伊是。A.B. 问是倒位人？嘉义对，伊是嘉义人，所以伊台但是伊平时嘛无咧管习惯讲台语，所以伊台位可能有一寡宜兰腔伊平时可能会讲伫是个北部腔，但是台个转去南部腔一寡字。小可一丝无共款，家己先我讲腔，但是嘛是有小可无共款。他就会这样调，有时候就是死。因为确实因为腔口伫转啊，尤其恁一个人爱伫台顶，常都随爱换角色，一秒钟以来都是规个人的角色，你的情绪、你的讲话方式、性格、声哨拢无共款，我去注意腔口，其实足困难的，讲实在。所以我讲有法度去想到这件代志，本身都已经足厉害啊！父亲母亲，这出戏可能台语有80%。你变台语啊？台语，拢是。我有时候真的，我是想讲你真正都无讲台语。对，我台湾讲台语呢，有时候真的会混，就是台语差不多有80%。所以20%才是华文。可能甲你的规个环境背景啦、时代设定拢有关系安尼，让我真趣味。咱时间差不多先来休困一下，然后要再回来。
我是港动剧团团长曲安心，我是剧场的导演演员魏以成。你即摆收听的是阿德来开讲的台语单元《台语话故事》。父亲母亲伫4月28号到4月30号，在北艺中心南盒子演出，欢迎大家来看戏。咱最会听故事，讲台语，耍文化，捌台湾。那呢，咱就继续听落去。好，来，咱继续等来，继续来讲这个父亲母亲啦，哦，那咱当然一直伫开讲腔口的代志，哦，那当然若是讲腔会讲母啦，吼母亲，啊，你也较我转口咧讲母亲，也拢会使吼，父亲母亲，啊是要叫阿爸母，阿爸母，我毋知你若台语伫讲即个即出戏的即个剧名，还是你拢安怎讲？我有一个朋友讲，因为他记不得父亲母亲。我说，你4月是不是要演一个戏叫《爸爸妈妈》？嘛，差不多意思啦，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吼，相差无济。你想要安怎讲哈？我诚趣味讲，你若叫互你吼编剧来讲吼，咱团长来讲安心。你若讲父亲母亲，你若要用台语来介绍即出戏时，你会讲？我会讲阿爸母啊，嘛是啦，简单就好就对啊。因为我看到恁即边，其实你去年演出的时阵，甲今年要演出海报的元素大元素无差足济，但是是毋是有重新设计过？是有重新设计过。内底即个增加足济，我讲即每一个图样每一个物件，敢若拢有一寡意思伫内底，拢有一寡想要讲的物件。包含我看顶外有像即个战后比如讲即个反共的口号，对无？一寡什物保密防谍是毋是？顶悬有一个跟敢若咱讲 spotlight 嘛，吼拍落来，吼拍落来，要照即个国民党党徽，吼即个图，对，我有看到即张图，迄个图咱下面甲来翕相，互大家看者，吼你照落来，颠倒是人暗嘛看袂清楚，除了迄个囡仔较清楚以外，还有即个虎的即个红仔，吼虎啊即个红仔，我讲这诚趣味。那人佫徛伫即个出将入相，吼，那阮宜兰腔我会讲出将入相，对，所以出将入相的即个布袋戏台顶悬，吼包含你的标题，其实母亲两字是颠倒头写的，我都开始就注意到，颠倒头写，内底感觉有足济即个我你是讲，你若是用较。咱照字来念啦，就讲即个符号啦、符码，就是讲这当然是国外引进入来，佮重新翻译过的一个讲法，然后 signal 就是一个真侪意义伫咧内底。我放即个图，放即个话，毋是因为敢若伊水，也是安那，伊内底有真侪意义。即个海报的设计是你家己的想法，还是？基本上是我甲迄个海报设计讨论出来的。我们这个版本，因为上个版本做了之后是。上个版本是迄个洋娃娃的感觉，洋娃娃，是，嘿，观众会当把它剪下来，换真红啊，迄款的嘛，你会使三个换来换去，三个换来换去。其实这个其实是在讲剧本的主题，但是没有人把它，没有人真的把它剪下来，这样子。唔甘啦。那这个我们就一直在想说，那这盖我们尾下面，后来我们在想说，在剧本里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一张照片嘛。等歹势，我先拍断一个。你若无想讲规期都迄年的摕来改重新用时间改掉就好啊。因为想讲新做的，重演的，就是想说要有一寡无共款的，你就是无共款的，袂当伫遮个所在拢黑白开。我就是想要问这，我就是想要问这讲你这个钱本来会使省落来，尽量常用啊。没有，这是安城他，我觉得是就是伊的这个心思较热情啦。个诚意。会使省，但是甘愿开伫遮，就是希望互大家，就算讲是讲大家依然听个造成，就算讲是这个
海报只是讲宣传用的物件嘛，希望大家拢知影到内底用心每一遍，可能有较侪想法放入去内底。你说大概解说一下即个海报顶悬一寡元素你的想法无？当初是即个设计时阵一寡想法。就是在戏里面，其实一开始最重要就是一张相片嘛，迄个阿文一发现就一张相片，然后里面就是一男一女，然后抱着一个小孩子，然后小孩子旁边还有2只老虎，布袋戏的老虎，你讲2只老虎都前面见过，布袋戏的老虎，人家好爱红啊啦。然后他们是站在那个一个传统的彩楼，彩楼前面拍的然后这个是，那是武雄拍好的那个好是不是？武雄拍好的我们在想说，那要如何去玩这个画面？温的选工在1950年代，他们常常要做一些，就是国民党来了之后，他们要演一些反攻抗俄的戏嘛，就比较八股的戏，所以我们就想说，他们必须要把这个舞台把它变成是有这些标语写上去，所以就出现了你这个样子，就看到了我们看到了这个样子，然后那个我们事实上这个舞台就把它变成是个笼牢的样子，所以。然后那个旁边的这个龙啊，身上都有那个枷锁，象征一些白色恐怖的东西。其实上重要是我们这旁边有2只老虎啦。2只老虎是，就是一直讲2只老虎，就想要唱歌。2只好，2只老虎在较早有台湾历史上面有一个那个蓝地黄虎旗。是。一开始我们就发现台湾民主国的台湾民主国。我们一开始都以为就是说只有一面而已，然后那个老虎只有一个样子，后来发现背面老虎的眼睛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是瞳孔，一个瞳孔是圆的，一个瞳孔是半月形的，然后就是象征就是日日夜夜守护台湾，然后这个2只老虎就变成是很重要的这个象征，他就是阿文就是从头到尾按照这2只老虎的线索去找他的爸爸妈妈，所以这2只虎在咧规个剧情当中气氛真重，对无？但应该无人搬这个虎，有，就是我无搬这个。真正有布袋戏的老虎啊！我做2只老虎啊，对，爱有人去让，没有人。阮这出戏无人咧让虎，他其实就是只是两个拿着2只老虎，这重要的信物还是代表的这个物件呢。尾仔嘛是有发现讲，这2只虎，迄目睭真正嘛是无共款。因为猫的伊成长的过程，他有遇到很多事情，所以伊挑工甲迄目睭，就是画一个圆的，画一个半月形半形的感觉，开始有身份那个国家的认同出现。迄2只虎是猫的混，这是在故事里面有慢慢，就是很像。抽丝剥茧，跟着阿文改变感觉，跟着阿文好像在解谜，做某一种侦探式的。我觉得这也是，就是说，过了一关又一关，然后可能到了这里以为要找到答案了，结果那反正就是一个给你塞一点，一个不赶快的代志不赶快，然后阿文就在戏里面就会崩溃，对，然后回去再问他的阿姐啊、亲戚啊，讲。拜托，你一定来甲我讲实话。到底恁一定应该是知影啥物代志，但是恁拢无讲。拢无愿意开嘴讲这件代志安尼。其实它整个过程跟台湾的演变有关系啊，就是一开始日治时期嘛，大家就觉得很讨厌，不想被日本人统治。日本人走了之后，大家很想说国民党来了，我们终于可以拥抱祖国了，做一定的公民啊，做一定的公民没想到又发生了228，然后228这件事情让我们的猫仔开始有一些心境上的转变，他就觉得要开始做自己，然后后来可能他开始意识到台湾要独立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没有讲那么白，对，没有讲那么白，只是说你这出戏内底应该是放真济
线索啦，真侪即个隐喻隐喻，互大家家己去联想，家己去揣，家己去解白的感觉。然后因为他有这样子的政治认同，所以他后来就是被抓走了。是，然后回到这个海报，其实就是浓缩在阿文他发现的这张照片。然后我们只是因为他不清楚他那个到底是不是也亲生老爸，这是他在想可能是嘛，所以我们在海报内底把那个爸爸妈妈把它变成阴影化。对，就是然后对，那中间这个小孩他就说这个应该是我。对，那这个小孩他到底去找这个认同，或者说我们不管是国族也好，那个什么，就是说我为什么讲祖国，我们的母亲，我们的什么黑马西，我是感觉嘛是另外一种那个象征。所以你的这个母亲两字颠倒头写嘛，甲头前讲到这个剧情嘛有关系嘛。是。所以我讲这张海报是确实真水。你有实体大张迄款海报还是？无，恁即个无做。无印嘿。我是希望讲咱若有去看戏的听友会使，我毋知你现场会放一寡即个宣传单无，真正会使摕等于收藏啦，因为确实足水的吼，所以我真介意即个即个海报的设计。所以大家若有兴趣去看戏，同时会使去摕即个，敢会囥？我毋知影，摕你印唔知你有囥无？看印几张哦？阮印2000张，佮即满佮剩差不多500张吧。剩无济咧，剩无济，希望现场到时有一寡若大家有机会看到吼，真正会使去甲摕倒来收藏啦，因为我感觉确实做了真好，内底有真侪无共款的即个物件伫内底，互大家去敢若找线索安尼吼，敢若解码共款，我感觉会真趣味。当然咱互即个编剧咱互安心咱歇困一下吼，伊人讲歇困一下，来互演员互医生吼，医生来回答一下我的问题，我特别有专门为你写一个足长的题目。这个题目够困难嘞。来我大概讲一下这个题目到底是写什么物件，你问你吼，因为当然进前我知你要来进前，我都已经知影你本人的有看过你的演出啦吼。当然我过去做一个功课了，发现讲你毋是敢若演迄几出你夭寿啊？迄今日我若要怎么读了读袂了，有够济吼，所以。你真正是，尤其即个剧场方面啦，舞台剧啦、音乐剧啦、囡仔剧啦，吼，啊，个人讲华语讲相声吼，就是相声即个事吼，我是讲，当然你嘛会使台语讲搭水鼓，但我感搭水鼓有搭水鼓家己的一个表现的形式啦，吼，所以你要讲即个相声啊，是啥拢会使啦，我毋管，甚至连歌戏你嘛去参加，歌戏你嘛好多插一卡，我想，你个想看卖相声，啊，个跳歌戏。你要下到有够远的所以当然我其中内底上有感觉有兴趣上趣味的是你2008年时有演出一出戏，这出戏是当年足久几落10年前，几落10年前。台南人剧团邀伫台南的时阵，是，即摆已经伫台北啊。嘿，盐鸡是盐鸡趁红杯的盐鸡，那个戏。这个题目其实拍者我打断你，无紧，因为迄当时迄出戏，我拄好前一阵仔伫做台语片的即个发展的物件吼，就台语电影啦吼。那迄内底就提起着即个人吼，第一就是林团秀是一个迄时阵真重要一个导演啊，嘛是一个制作人啦。伊甲张文权做伙来创作即个盐鸡伫咧当初是日本时代演出，面对皇民化运动的打压有真重大意义。伊迄时阵伊的演出是当然受到真大的欢迎嘛，随互禁掉，所以伊的意义真重大啦，做盐鸡。那我毋知当初是台南人剧团是安那来演出这出戏啦，但是迄时阵2008年到打嘛，已经15年。迄时阵是伊本来这出戏就是台语的戏，对无？那15年来，甲咱2023年15年来，其实你参加着遮济舞台演出，其实嘛有愈来愈济演出是有台语掺染伫咧内底。我讲整体即个社会即个气氛啊，或者是观众，或者是剧场内底台语的即个过去可能较少的物件，慢慢有伫出现。
那伊嘛有愈来愈婉转的这个趋势，然后这个趋势趋势感觉，但是你就你家己伫剧场的观察，你差不多会使讲是随时拢浸伫咧剧场内底，然后我看你资料起来，哇，真侪戏吼，当然足侪剧团拢是，大家拢会使讲是叫会出名的剧团拢足侪啦吼，这我都无讲替你做介绍，大家家己去看吼，但是你家己伫观察。台语伫个剧场，现代剧场内，我当毋是讲传统戏剧哦，吼，毋是讲戏剧，是伫现代剧场内底，伊有一寡无共款的发展还是变化无？好，我即马先来，你看这点到这点当时，不是，我来先甲迄个听众朋友吼，回一个实例，因为这题目实在有够困难，所以我可能得用。华文来，用华语来解释。好，不紧。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有很多戏，然后有很多剧团，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在地的剧团，像刚刚一直提到夹角拖，或者是刚也有关剧团，关剧团，然后等等很多，或者是说像台北的绿光剧团嘛，像这样嘿。那个吴念真老师下来，什么北投的戏，北投的戏还是人间条件系列，嘛是有足侪，就是所谓的本土性的，或是以台语为主的这些戏。那以前台南人剧团的确他们做了很多尝试。是，我觉得很棒的是，比如说他们真的去找台语的专家老师，把莎士比亚翻成台语的版本。是。那我觉得是很好看的。那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要做烟机。也是说，因为那个东欧日本时代的时候，他们没有演完，然后剧本也没有写完，然后好像林团秋导演他就去拍他的电影，那一次呢，等于有一点，那个吕国生导演他就把没有演完、没有写完的后面结尾把它补上，变成台南剧团版本的。烟机，就是说，这个最后这个故事的女主角是怎么样？那刚才你的这个问题是，我觉得，一直有发展，可是对我来说，我观察到的是，反而是除了演员，像刚刚安晨有讲到说，我们现在要找能够会演、适合这个角色，又真的能够讲很流利台语的演员，真的不多，要重新训练。可是，尤其是观众，我觉得可能中北部的观众或普遍台湾的观众，也是需要训练的，因为有时候像我们这一次，那时候我们还要特别强调说我们大部分是台语，对，然后就会有观众说会不会有字幕，然后我们说会，这一次会有，因为我们上一次演的时候是没有字幕，那。很多观众会觉得说戏好好看，可是好可惜，我好多都听不懂细节的。对，听不也这个较有路的所在。但是讲你若讲你真正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不管你是几岁的人，可是你听到台语却需要字幕来辅助，我觉得是好遗憾的一件事情。是。那当然，我觉得就是说各个剧团不断的在做这些戏。甚至有些剧团，他们可能也就是说，我就知道不要给你字幕，让你半强迫式的来边听边学，可是这个做法好像又会有一点点危险的是，可能观众说那我就不要去买票了。戏较济，我看别出就好。对，所以我觉得他是在一个缓慢的速度。有不断的在彼此学习前进，可是他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以及就是说观众可能需要自发的再回头有一个自学，对，让这个所谓台语剧场的环境再让它往更扩大，不，其实一样啊，像现在很多歌仔戏，你旁边也是需要歌词字幕，那我想你如果都去看歌仔戏了，那为什么还要看字幕？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很值得讨论的事啊。我这大概会使分两个部分啊，戏剧的部分我会使大概讲一下，就是
因为咱定定讲歌戏或者是甚至是布袋戏，伊其实大量使用着汉文。汉文即个物件，毋是咱日常生活用遐济。比如讲华语内底嘛有一寡成语啦，讲话嘛有讲用典，都是用一寡典故。即套汉文的物件，毋管是咧台语内底还是华语内底，伊拢有继承着使用，但是对一般人平常时或者是比如讲歌戏的族群，款式平均年岁较大一寡，伊无一定接受过遐济，像古早的人可能有即个汉学，汉学先生会甲你教，所以无遮个训练的程度情形下，你写出来的物件，其实歌词平常时讲话无问题，因的对话无问题，但是今日在伫唱的时阵，因为歌戏大部分是用唱的嘛，伫唱的时阵。讲实在，就算是台语人嘛，无一定听有，这是一个上大的问题。第二是，打真济编剧是用华语去写，歌戏的剧本。所以你写出来物件，当然台词对话，因家己会使修改，会使调整。但是你若唱词，你无法度去改啊，你无可能叫演员去改你的唱词。你唱词是自本就是用即个华语去写时，你硬翻硬转，其实读起来会小可怪怪。毕竟甲台语也是有一寡小可重大的所在，所以咱伫讲的时阵，是咧伫唱的时阵，对，就算包含是我，其实我嘛无法度完全听有真济剧团，毋是全部，毋是所有剧团拢安尼，但是真济剧团的唱词，你会知影讲，这华语写的，这华语思考的方式写出来，伊无搁转换过，也是伊毋是一开始就用台文伫写的。有这个问题。当然现代剧团确实就像你讲的，之前咱嘛有访问其他剧团都是比如讲嘛有讨论着讲，啥若要去戏群，或者是讲拄着票房的问题，就算你讲真拼命去推销，做台语，当然你若讲足大的剧团，这看棒摕出来就免讲啊，这都无这个问题。毋管你今是做台语、做华语、做啥物拢共款，你当美分3个字摕出来。我无差你讲什么语拢共款啦，讲西班牙语人嘛是照去看啦，这都无差。但是无可能所有剧团拢是扛棒摕出来都无代志啊，所以在其他剧团正拍拼去做这个代志时，拄着像你拄仔讲的，剧场人伫观察上大的问题，现实的考量就是票房票声要安怎创？咱定卖讲票声，你票房要安怎创？因为真侪人都是这个问题啊。台语我无想要去看那愿意去看讲，确实剧情足好的这个这出戏受到真侪讨论还是接受到讲有人甲你推荐，讲确实袂歹。但是你讲听到台语无字幕但是安尼我嘛是看无如果无要去所以确实是真大的问题。当然，以我家己的立场，也是我的想法来讲，我一定感觉讲，我颠倒希望讲，趁这机会已经是爱搁加一坎，爱搁较进步，甲顶悬写台文的字幕，互你完全知影演员讲啥，甲伊顶悬字是一模一样。演员讲毋对话，顶悬都看会到。其实我正想要接着讲这个，因为我之前有做过一个客家音乐剧，是，然后。当然，因为那是还有一些委婉会他们的要求，对，然后那当时因为我们在我在做这个戏的时候，他们需要放华语字幕，那我就要求剧组说，制作单位不是就是那时候的制作单位，不是委员会的，我说好，那我希望可以放英文字幕，因为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想说，一定不会有外国人来看。可是于是我就一边是华文，一边是英文。可是那时候我们被要求说，你一定要放客语字。是。那可是放客语字，我的思考是这样，我说你有华文字，是因为让听不懂的客家听不懂的观众，来看得懂你的。那如果你听得懂客家话的人，你其实是不需要看字幕的，然后再加上说，好，你要去看那个客语字，你反而会，我有问过那个我们的语言指导，他说，那些字，大部分都是专家学者才会读的，才会的，好，那但我那个时候的确会觉得有一点点小荒谬啦，比如说你好像是为了要宣示什么，宣扬什么，但你刚刚讲的是说，如果是这样，比如说台语可能是大部分观众比较更能够听得到熟悉的，
我如果我自己要做一个戏，必须要放字幕，我2块，我1块我就会放台文字，对，也就是说你听得懂的，说哦，原来这几是安尼下来，原来这股是安尼下来，那我觉得的确，我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的要放字幕，一边 for 听不懂台语的。你不要叹气啦，不是在建议你，不是你拢无想，你拢无想到遐钱呢。我是制作人，我就会想说，天哪，我要2台机器，我要2个人去放，我还要弄这些，弄是钱呢。这当然是在预算可以的范围之下。这就是选择啦，有的那伊的戏出做较济，比如讲我同款这出戏，我会做几落场，有的讲我这场是台文字幕的场，像阮剧团因就会做这款做法，我这个是华语字幕，有的是我敢若。某几句、某几段，这段拢是台语，也是这段特别困难的，我用台文字幕，嘛有这款的做法。那无同款做法，就我家己的立场来看啦，我会感觉讲，你若要以产业的角度去看，有这个语言的字幕，有一个上大的好处是，伊保存你剧团继续行落去做你家己的语言的做法，因为一个语言若无文字去后壁去甲伊褪掉咧，讲实在，伊会愈来愈消失，像恁家己感觉，但可能更较少年的人要用就用袂着嘛，无法度讲，甚至慢慢嘛无法度听。是啊。那既然你就未来你要搁做这语言的戏，做袂出来，因为搁较无人看。那唯独就是趁因搁通听有的时阵。学会晓这个语言，即个是讲实在，你只要听有，你要学遐是足简单的。像咱私底下嘛，伫讲，其实你看的自然久都会晓。那欢迎伫我本来就听有嘛，那我就听，我听有听三不五写对一个字幕，大概会知影伊伫写啥。那以后我要看这个文字，对我来讲就简单的。大概伫有文字的情形下，你语言甲文字有法度真正结合做伙了。伊的即个传承也是要延续，甚至讲你要发展，毋管你要安怎讲吼，伊的机会就会较悬。那你有即个市场，大家晓用，你才有即个观众，你才有可能互即个戏出，还是即个戏剧的形式搁继续行落。所以真正要做本土语言的戏剧，或者是你用着本土语言的戏剧的剧团，还是人我讲慢慢有的剧团嘛开始伫注重即点，就是讲。咱要我毋若是要做即出戏，互人看你，而且我爱甲即个产业也是市场维持落去。那要维持落去，即个物件是有伊的重要性的。我家己的角度会是安尼，当然这是无共款，这无法紧，就是讲袂因为你今日写台文字幕，计讲你的即个观众就拢走出来，无即个代志。但是我认为讲，若长期来看，伊有伊的即个必要，或者是讲未来一定是爱行即个路。剧场若要做本土语言的发展，才有机会。无早晚，大家当拄着问题嘛是共款，听着大部分是台语无字幕，也是讲有字幕，但是因拢台语我听无啥有啥，还是看无啥有就准拄煞。其实是足无彩，而且你若有台文字幕，对演员表演的迄个精准度、迄准确度会搁较悬，因为你袂使闹高，袂使乱放。共款写好语，我来讲，反正意思到就好歹势倒一字伫遮拢足清楚。因为即个时阵，伊伫台语内底，因为伊的变化真侪，你在地的物件、本土的物件真侪，迄种幼路的变化，毋是讲。凊彩转换翻译过都好多表现出来。我平甲你讲安尼一句话，互华语安尼写，就像你像以前对我伫记咧，比如讲你只是讲手规去剁剁，但是你也是甲拍长，但是你都后壁搁加一句。即个物件，伊若是你编剧的时阵写会出来，那你要安怎伫咧戏剧顶悬反应？你若是敢若看华语的，到最后一句都无去啊。所以这就是互你的戏会使做到搁较幼路，甚至是真正是就。咱讲，互咱家己感受是正讲，这是生活中的物件，对观众迄个共感会搁较强。我家己观察的是安尼，就回应你拄仔讲的些。我感觉咱就是这文化是做戏。我们不只是就是刚才讲一个故事互观众听，观众听。阮嘛是想办法会当伫阮我们可以做得到的部分。我们本来卖讲啥物教育啦，但是这甲观众嘛是互相学习，培养家己的观众，对，未来个。你若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不管是软剧团或什么，就是大家都会用自己的形式去培养自己的形式。那回到这个戏，比如说安晨讲的，你要做家己爱家己，你才会当成就家己。是。有的人真的是会说别人讲安尼好，我会改。结果你
改来改去。对啊，你家己心头爱抓好定是。我做这件代志的想法是啥物？我讲只要你家己有家己的想法，其实无人会使逼你该安怎做。像咱当时讲台文字幕，其实我嘛毋是讲逼你。我讲做决定的人，有定定拢爱伫即个产业的现实内底，甲你的理想之间伫刷来刷去吼，伫一直调整，永远佫可能无一个稳定的情形。比如讲，像咱当讲。今日我若要做大部分拢台语的戏，我就会可能讲，就很心嘛，伊的票房可能无华语的遐好卖，这就是上大的问题。我要做无？我既然想要做，也是讲主题，像你讲的，咱今日要做甲228的主题，要做白色恐怖主题，真侪人都就有意见的呀，对无？我要面对即个问题无？我想哪我要面对即个问题？还是我做台语，想哪我要做台语？其实只要你家己心内知影，过来就是要安怎去克服迄个现实的问题，票房啦，宣传啦，毋是我家己咧看，毋是无遮个人存在，毋是无遮个观众、遮个市场存在，是因为伊较分散，咱要安怎去找着遮个人？是，可能嘛是因为安尼，所以形成遮个人个。我毋知是咱的听友啥，我嘛毋知谁来会找我讲实在吼。我这样讲出来应该是无要紧啦吼，反正就是安尼啦。我就讲对，就是我嘛真希望讲，我定讲。那集团有做这种款像以本土语言，其实今仔日就算讲毋是台语，其他语言当然我嘛我都甲伊讲话啦吼。但是其他的语言、本土的语言，我拢希望会使，互大家咱家己的听友会使知影有遮个剧团、遮个足好的作品，或是遮个我毋知要安怎讲，就是我讲这就是咱生活，你若所有的生活中拢会使用到你家己的语言，你迄个感受是完全无共款的。我家己的感受是安尼，我相信咱今日一直讲话，当然咱为着方便，咱可能你会使尽量参淡无紧吼。我袂特别要求啥，但是我尽量要求家己是讲，我尽量是用全台语的方式，嘛希望互恁会使听到即个感受，就是讲有人甲你用全台语伫讲话是会使做着即件代志的，这是做会到的，嘿，这是希望互恁有即款感受啦。咱讲倒来咱家己母语本身啦，就是咱其实咱一直拢去讲母语的部分嘛。那咱认为伫咧日常生活当中，自细汉甲大恁家己观察母语使用母语，尤其当然恁主要嘛是台语母语嘛，使用台语的即个变化，你有观察到？比如讲以前是台北人，当然我感觉你讲台语，因为你腔口爱个带调咧，表示讲细汉时阵应该是阿母甲你讲话，其实是会有较济。你家己的母语用台语，或者是你可能去当对恁对恁老母可能当后头厝迄时阵台南的环境厝内啦，或者是一寡亲情厝边隔壁，大家拢会讲台语，所以你的即个腔口有留调咧你台语嘛无啥问题。但是你伫台北生活，迄个观察到的变化是啥物？伫台北嘛是，你若真正讲台语，可能就是。演戏，播戏的时阵，播戏啊，无就是讲，真正你有一寡朋友就是大家私底下的聚会，偶尔会用一些，可是差不多嘛是，敢若10%尔。若变化，我是感觉讲，除了迄个腔口、迄个音腔，连做伙以外，佫有足侪迄个汉语的迄个文法，被混在你讲华语的文化留一个，南伫台语内底。但是我家己知影，自我知影讲，无遐个啥物你敢要安尼吧？的即款迄种语尾字，是，我就会坚持讲，我尽量莫讲遮个。是，你敢安尼吗？就是对，就是我会让自己讲的台语比较贴近台语的讲法，就是古的讲法。咱若讲台语内底无妈无爸，甲即出戏共款。对，揣无妈妈爸爸，对，即出戏共款。个一寡字我会去揣，就是我会去找说真的，所以我讲以前就讲我原本是安怎，我即马基本上我都会讲原底是安怎，主本对，怀地，对，就是我就会尽量是让自己去习惯吧。你是有意识去使用台语，是，那这是我自己的部分。那于是我就比较不会去混到这些，然后当然我自己也会有兴趣啦。然后虽然
你知影遐个什么腔啊，什么南什么腔啊，我嘛是看到无啥啥。就是长大以后，比如说有机会再去，比如台南，然后一定会去找这些亲戚啊，就是阿姨啊、姑啊，观察因讲话，嘿，足趣味，我感觉熟悉的。然后我就会尽量用台语跟他们就是聊天。阿姨呢用什么话跟你？台语，因会跟你讲台语，尤其是台南腔的，刚刚在唱歌啊，我觉得好玩嘞，你学了，对，我就很喜欢听台南人讲话。我奇怪，我常常拄到台南人，你知影啊？我访问的对象嘛真济，毋知啥拢是台南人，伊就会讲唱歌，唱歌，唱歌，敢若唱歌都无共款。对，啊个，即摆我嘛敢若伫台南有听到。就是你讲，你这种他会讲这行，就是说我们讲说啊，这行，可是我小时候会听到说，你这种，是对得来，他会用样，就是样子的样，这种，但是我伫我哋讲这样。嘿，伊讲这样，伊就讲一个字发音无共款啦，以前去甲迄个阿金。去菜市场买菜，有个你这用偌济钱？我说这用是什么？可是我真的没有在其他的城市对啊，听到。有当时还变成一个，我讲有当时我常常伫讲腔口差，毋是要讲啊，打一个腔口较好，啊是讲应该一定要保存或者是，伊有当时甲你的。包含细汉的时阵的记忆，甲你细汉生活有一寡连接，你会想到一寡家己的属于家己过去的物件，所以我定去注意这些物件。假字，比如讲某一个所在，我敢若阮才会安尼讲，迄个阮才会安尼讲，毋是讲安尼外伟大了不起，毋是迄对你的意义无共款。我讲迄是足趣味，反正比如讲你细汉可能定迄热迄寒你就走转一个。台南所以你可能就想去细汉，可能甲送去豆芽笋啦，讲某几个讲话方式、家己的方式，就互你去想到这些物件。我讲这是有当咱伫讲腔口上趣味的所在。当然，现实的问题是你打连台语要继续行落去，拢需要真拍拼所以大家腔口对确实除非你是真正对腔口特别有注意的人啦，无一般来讲，我讲敢若会使。好好甲台语讲好，讲好接用。我看就是已经就无简单，尤其你伫台北，我相信伫台北恁家己观察一定是更较明显。像你讲，你可能生活中，除非你特别去注意，或者是你调工甲亲情啦，是甲朋友伫讲话，无一般大概可能无到10%会用到台语。除了演戏无算嘛，对吧？咱搬戏无算。可能嘛是，比如说在不同的场合，像有跟明华园戏剧总团合作，那就会认识孙老师。那如果说像最近他就是也有在别的剧团有碰到，那我跟他在聊天，我也会尽量用台语。不是因为说因为他相信嘛是用台语，是，但是他偶尔也是会讲华文。对，但是我会说这是我会当混的我自己。是，所以对我平常会跟安晨讲台语，他应该就会崩溃了，我也会崩溃。对啊，其实台语无遐歹嘞，我拢听有啊。对，我其实拢听有。我是讲，我会找一寡机会有家喜大人啊，比如说这些长辈，他们习惯讲台语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讲。安心这边嘞，阮爸是迄个客人，阮妈是彰化人。你干嘛要客语？我不会晓，我在台北出生啊。我们没机会讲到，没机会。阮爸爸跟阮妈妈其实是讲台语，毋过，但是所以意思是讲恁爸爸是客语、台语拢会使。嘿，毋过我小学读西门国小啊，我们那边很多外省人，就是中华商场那几乎都是外省第二代。那我们那个年代在学校是讲台语。爱花钱啊，然后对，然后又那么多，我拄掉，对吧？然后又那么多的外省第二代，然后那讲话都非常的讲国语都非常标准，然后我就非常羡慕他们。其实我在6年级的时候，我甚至想说，就是觉得要讲话变成像他们那样，我才有机会去参加演讲比赛。我理解。然后我就去拿国语日报这样子念，去把自己搞得很像外省人一样。是。那对啊，所以我后来其实拢是一直讲国语。是最近就开始有这种台语意识呢。我觉得可能有很多
过去也许有讨论过类似，就是我觉得因为台湾的这个历史背景的某一种文化结构性的，这是有意识的去创作出来的环境。对，所以变得我觉得，即便前一阵我还在跟其他的朋友聊到，我说我们在讨论的是表演的刻板印象，可是很有趣的是哦，比如我们这样来说那个老先生老太太他们就然后我说那你演一个可能他的背景并不是就是学历很好的，是差不多10个有20个都会讲大家好，变台语，变台语或是台湾国语，是，然后就你知道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就是说为什么你年轻人你会觉得没有知识就会变台湾国语，是然后所谓的那个我觉得，可是渐渐的大家都在回过头来去检讨思考这个事情。其实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国语的都是在8点档，他们叫黄金8点档，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碰到，还是有啦。那个台语的拢是迄个6点，6点半还是6点半。那我其实那时候就有一种意识，说为什么台语的那时候在我小时候，不能在所谓的黄金档呢？但是现在都是黄金档，但是现在是啊，但我小时候其实就有一种感觉，好像你就会觉得台语这种语言好像比较有等级的差别，那时候就有这种意识，所以总会觉得我不太想讲台语。这是一款挑工去创造出来的环境啦。不管是伫咧电影内底，或者是伫咧戏剧内底，就是电视内底，其实过去确实拢有遮的政策伫做遮的代志，所以当然，你去即块讲台的人无啥会晓讲台语啥，我讲这是无介合理啦吼，因为真侪人确实伫即款的环境当中大汉，或者是伊即个想法吼，比如讲若讲到可能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可能讲的语言，伊甲即两个物件连做伙，这确实是一寡过去发生因为政策的关系造成的，所以当然伫咧现代咱对这个代志是愈来愈有意识，所以真侪物件，包含即款像国外的电影嘛是共款，美国电影伫这方面都就特别注重比如讲什么款的，伊尽量去。相比讲即个歹人的角色都一定是打一款语言，打一个人种这都一定互骂死。对，你这方面讲政治正确嘛，你这方面会特别去注重。那我讲台湾嘛，开始有像剧场嘛是伫这方面有愈来愈看到，包含之前嘛看到一寡电视剧的演员有伫讲即件代志，讲某一个角色，伊希望莫用可能是较弱势、是较低层的即个。角色啦吼伊本地可能编剧这边也是导演这边用的是台语，但伊发现讲安尼敢若无啥适合，我讲这两个不应该互人做伙，伊又去甲导演讨论啥最后导演这边嘛是讲可以会使做一个调整，所以伊有开始愈来愈侪人有去注重这件代志我讲这是真好，就是因为有的物件是你当然嘛会使讲确实过去安那一个时代的人的族群就是安尼啥，问题是戏剧或者是这文化的作品，伊有真侪，嘛不是讲任务，应该讲伊必须要承担的责任伫里啦。我讲这个物件，不是来替政策服务，但是伊应该是有伊家己的一寡责任，所以定伊嘛必须要有带头的即个用途最近一个。香港的导演嘛，伫国际上讲一寡话度出代志，但是伊讲的是事实啦。不管是电影，其实这个物件用伫咧戏剧内底嘛是共款包含咱现代剧场嘛是共款，所以本来剧场都有真。甲一般产业无共款的所在，所以嘛定真辛苦啦，我知影。但是伊有甲咱一般产业无共款的所在，伊当然有一寡嘛真无共款带头的责任。所以比如讲当这比如咱东东或是港东集团，伫这发展方向开始去注重到台湾本土的物件，或者是题材的时阵，其实我感觉就是共款，就是引带着大家讲，咱用戏剧的方式来了解为一个人的，咱无要
甲你讲足复杂的大时代，我安那无要用遐沉重的方式，但是咱为一个人的故事来慢慢啊看见一个时代的一部分。有愈来愈侪即款作品出来，其实咱才有法度建立家己对过去或者对规个历史的观察甲角度甲立场，毋是讲我甲你讲，这就是安那，迄就是安那是。你才会去个这作品内底慢慢建立你家己的物件呢。嘿，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每遍来宾来信拢会问，就是恁家己对于即个目前台语未来，毋管你要讲存续啦、发展啦、发展啦，毋管你要安怎讲，恁是较悲观，还是较乐观，或者是有其他的想法呢？你先讲。我先讲哦，我是感觉悲观呢。真的哦。嘿，我之前有看到一个 po 文，他说台语在不知道多少年之内会消失。那继续安尼行了是不？嘿，那继续安尼行。那的确是我们去做校宣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现代剧场观众族群大概就是20几岁嘛，20-30岁嘛，就是那个很少的小孩已经那个台语讲认凳啊，或是其实根本就听不懂。那所以我觉得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做更多的台语啦，对，希望可以贡献自己的力量。你对这个发展真悲观，但是又继续拍拼伫做台语。对啊，嘛是爱做啊，嘛是爱做。对啊，想要做一个逆流而上的小鱼。嘿，以前这边，我是感觉我是真保守的乐观。因为保守就是讲，真正是大家就是观众朋友还是听众朋友，咱家己爱有这个意识，去讲啊，你可以真的不需要说我有多大的兴趣或热爱，但是你袂使唔知影，对，然后或者说可能这个节目 Podcast 节目里面有一些听众是你可能正在有兴趣的想要从事我们的这样的工作，或者说你同时同时也是就是从事文化工作者，那从亚特利你刚刚说的就是说领悟，还是讲责任，那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我们就要自己去检查说，当我在扮演创作这些故事跟角色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再多一层心思去思考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角度去跟观众沟通。因为有一句话就是说，其实观众应该是说，我们如果一直喂养给观众什么东西，他们就会照单全收，然后他们就会以为就是这样了。那这个责任其实就会回到我们这些创作者或表演者的身上。这个是但是这个的确需要足久的时间，所以我讲我真保守的乐观，就是有意识这件代志最重要。好，来最后互你来宣传一下这出戏好不好？好哦。这出戏吼，父亲母亲开始讲信先，跳买款。无啦无，伫个4月28号到4月30号，在北艺中心的蓝盒子演出。父亲母亲，然后我想要甲听众朋友甲讲一句，你千万唔免因为讲咱这是要讲啥物白色恐怖啦、28敢若甲政治有关的故事，你就讲啊，敢若足硬斗的，无，你就来听一个充满感情、充满情感的一个故事。然后在这个故事当中，一起跟阿文去寻找他的身世，然后慢慢去认识一些布袋戏，认识一些我们台湾的历史。我觉得你会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去。还有熟悉你家己。是。好，咱今日就到这。好，咱就甲大家讲拜拜啊！等下，我有一个片尾爱念，我大概结束拢有一个足长的即个恁遐内底无啦，但是我后壁拢有做一段结尾长啊，但是我会讲较紧，所以互大家算讲是你会使趁即马串一下。好，来，毋知大家对这节目内容有啥物款的想法呢？这是节目内容听了是有介意，或者是啥物款指教甲建議，拢歡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box、Firstory 留言互我。若是你收聽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erbox 嘛，希望你會使到下個5分數番一寡鼓勵 Facebook、Instagram 找出亞特聊聊天，會使看到更較濟節目內容的補充。那
咱就再会咯，拜拜，拜拜，拜拜。